Hello， 大家好，我係 Henry 金銀李俊亨。喺度停一停先，希望大家咧可以陪我 like、comment、share 同埋訂閱，一齊陪我戰勝呢套演算法。今日同大家講一場全球都參與、注碼大到嚇死人嘅賭局。賭台上面咧坐住咗 Microsoft、Google、Amazon、Meta 即係 Facebook 啦、Nvidia、Tesla 同埋蘋果啲最有錢、最有權力、最有技術嘅公司。佢哋一次過落注幾百億甚至幾千億去搶算力，邊個搶得最強、最快、最勁，嗰個就有機會主宰未來嘅 AI 世界啦。嗱，呢場賭局咧唔單止影響 AI 公司本身啊，連韓國 SK 海力士、美股閃迪、美光呢啲咁嘅記憶體公司咧，以至散熱能源、原材料、雲端同埋網絡安全相關板塊嘅公司咧，全部都被捲入呢場漩渦當中。SK 海力士咧由歷史高位啊回咗接近50%，閃迪咧同時急挫4至5成，其他記憶體股咧大幅下跌添啊！記憶體咧已經成為美股嘅重要嘅主力啊！佢哋一跌，市場同埋啲巨頭咧一齊跌。嗱，呢件事咧就顯示咗成條 AI 半導體同埋記憶體嘅鏈咧開始有啲泡沫咯。好啦，翻去22年嘅年底啦 ，ChatGPT 咧就跑出咗啦。咁佢嘅大規模語言模型能力咧同埋投入算力咧係有直接同埋有線性關係嘅。越大嘅模型咧就越多參數，越多數據，越多 GPU 同埋 HBM 模型咧就越強啦。嗱，呢單嘢咧基本上咧就係軍備競賽嚟嘅，誰大誰惡誰正確，核心邏輯就係咁嘅，人哋一定投資噶啦，你唔投資俾人拋離噶咯喎。Microsoft 咧就綁死 OpenAI，Google 咧就有 Gemini 同埋 TPU，Amazon 就有 AWS 同埋 Trainium，Meta 咧就有 Llama、XAI、Apple Intelligence 都加入啦。Hardware 方面咧 ，Nvidia 咧就最注目、最多人睇噶啦。嗱，但係 Google 嘅 TPU 咧、Amazon 嘅 Trainium、Microsoft 嘅 Maya 咧都推出更加勁嘅產品喎。嗱，每個巨頭咧都覺得唔可以輸，一齊焗賭，開支咧一次比一次誇張，一次比一次大。好啦，今年2026年啦 ，Amazon、Microsoft、Google、Meta 4間預計資本開支大概7000億去到7500億美金，接近啊，甚至超過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嘅一年 GDP 啊！對比1996年至到2001年嘅整個電信行業咧，為光纖同埋網絡咧5年啊加埋都係只係5000億美金咋，而家咧只係4間巨頭啫，一年啊就已經幾乎超越佢哋當年成個行業嘅5年總和，個規模同埋速度咧歷史罕見嘅，啲巨頭瘋狂咁落必，最先受惠嘅咧就係最先俾人推高估值嘅，就係供應鏈上游啦。Nvidia 咧就係最大嘅贏家啦，但係記憶體同埋硬件咧更加極端啊 ！SK 海力士咧作為全球 HBM 領導者咧，佢嘅市佔咧長期超過50%嘅，係 AI 伺服器幾乎不可或缺嘅賣產人。冇足夠 HBM 咧，再多 GPU 咧都係發揮唔到佢完整效能嘅。專注 AI 儲存嘅閃迪咧，啲股價都升嘅。2026年咧上半年嘅股價升幅驚人啊，一度成為美股嘅最熱門股票，帶動埋美光都受惠喎。25年去到26年嘅上半季咧，市場咧就俾 AI 超級週期咧搶咗頭版喎。海力士嘅營業額利潤咧超過70%，而佢嘅 turnover 已經升咗幾倍啦。韓國股市咧因為 Samsung 同埋海力士佔比極高，俾人推到咧極端樂觀啊！槓桿 ETF 咧融資嘅倉位就大增啦，資金高度集中。歷史上咧記憶體公司咧有強力嘅週期性嘅。90年中期嘅 DRAM 咧因為 Windows 同埋 PC 需求短缺急升啊，之後咧產能過剩。95到96年咧價格大跌超過60%，去到2017同埋18年咧因為 Cloud 同埋手機推高咗之後咧，19年又回落翻3至5成。今次咧就俾 AI 放大到前所未有嘅規模啦，然後反轉就嚟啦。26年嘅6月底去到7、8月咧，海力士嘅股價就由歷史高位急插，單一個月啊已經跌超過50%啦，而個市值蒸發咧都嚇死人。
單日甚至超過15%暴跌啊。Todd Crosby 觸發咗熔斷，槓桿產品損失咧更加誇張啊！有啲追蹤海力士同埋 Samsung 嘅槓桿 ETF 咧高位跌超過80%。同一時期咧，閃迪喺6月高峰咧就回落翻40%至到50%以上，單日雙位數跌幅，市值咧蒸發超過2000億美元啊！美光又同步大幅下跌，形成咗記憶體板塊集體拋售嘅。原因咧就包括以下4項啦。一交易嘅過度擠擁，前期咧升太多啦，槓桿極高，一有啲咩依喐咧就會強制平倉同埋人踩人啦。第二，業績雖然創歷史新高，利潤暴增好多倍啦，但係略低於超樂觀嘅預期，好到唔可以再好嘅情緒咧就動搖啦。第三，市場咧就開始質疑 AI 資本嘅開支嘅可持續性。Meta 咧傳出咧可能會出售多餘嘅算力，就被解讀為咧算力可能過剩嘅信號啦。第四，記憶體板塊本身咧有強烈嘅周期性嘅，過去每一次超級繁榮咧，去到最後咧都係會變過剩，同埋價格突然之間崩潰㗎。今次嘅大跌咧，其實就唔係好關基本面事嘅。海力士同埋閃迪咧都係瘋狂賺緊大錢嘅，因為佢哋嘅訂單都係長期都係爆嘅。而今次股價跌嘅原因咧，純粹就係因為泡沫啦，個故事炒完啦，同埋獲利回吐呢3樣嘢等等加埋嘅。對比互聯網泡沫嗰個時期咧，啲電信公司咧就使咗約5000億美金咧就鋪光纖啦。去到01年至到02年咧，全球鋪咗嘅光纖咧，其實只有3到5% 係真正嘅點亮，而其餘咧全部都係黑暗光纖嚟嘅。頻寬嘅價錢咧之後暴跌90%，相關電信股嘅指數咧由高峰咧回落都係超過90%啊！當年落注最重嘅電信公司大量破產，甚至接近破產。Global Crossing、WorldCom、360 Networks、Metro Media Fiber 等等咧，呢幾十間咧就全部執晒。成個行業咧蒸發咗約2萬億美金嘅市值。但係泡沫爆破咗之後咧，真正嘅強者就可以冷手執個熱煎堆，用極低嘅價錢咧去買晒呢設施嘅。Google、Amazon、Microsoft、Meta 等等後來咧就大量買入或者租用呢啲黑暗光纖嘅，用原本造價幾十萬美金1英里嘅光纖咧，就可以用極低嘅價錢建立自己私有化嘅網絡啦。呢啲廉價嘅基礎設施咧，直接幫助佢哋喺之後10年嘅 cloud 同埋互聯網服務嘅爆發期咧，就造成咗一個成本優勢。Level 3 Communications 等等少數仲死唔去嘅光纖公司咧，亦都係之後咧俾人用更加高嘅價錢收購。換句話說咧，當年燒錢鋪呢路嘅公司咧死晒咁滯，而真正嘅大贏家咧就係後邊買晒呢啲設施嘅大公司啦。海力士同埋閃迪嘅股價崩盤咧，其實就係成場 AI 算力賭局嘅縮影嚟嘅。啲巨頭咧瘋狂燒錢，推高咗唔同類型嘅半導體、記憶體、先進封裝、電力同埋土地嘅需求。同時咧供應鏈公司咧估值俾人推到爆啊！大資金同埋槓桿咧就入咗嚟，最後咧一旦任何環節出現需求可能放緩嘅信號咧，就會人踩人啦。歷史上面每一次嘅經典泡沫爆破咧，其實咧都高度相似嘅。第一就係有一個故事主導啦，個個都相信算力永遠都唔夠，就好似當年咧互聯網一樣，都係相信流量每100日翻1倍啊。第二就有估值咧就脫離嗰個短期現實嘅，就要用到未來嗰10年嘅需求咧，就支撐翻當時極高嘅股價啦。第三就高度集中同埋槓桿，少量嘅股票同埋產品咧就吸納過多嘅資金啊。第四，好多公司咧都被迫一齊去參與，好多公司同埋啲投資者咧就覺得唔跟就會執輸。當賣產人都可以短時間大跌4至5成，證明呢一場嘅賭博咧已經唔單止係科技競賽，甚至係高度金融化嘅投機遊戲啦。啲巨頭繼續落注，因為佢本身有強勁嘅現金流同埋融資能力撐住。但係供應鏈同埋二級市場咧開始出現啲裂痕咯噃。當年咧光纖泡沫之後咧，基礎嘅設施咧最終咧都係俾後來者用低價買咗啦。咁樣咧就造就咗新一代嘅互聯網公司啦。但係當年落重注嘅電信公司咧，好多都破晒產，甚至咧醫翻得生日費。究竟而家會唔會重複當年呢？我 no comment。
但係我哋要知嘅就係我哋一定要控制好風險成本。嗱，記住啦，唔好個個都喺度講 AI 咧就高追啊！記得啊，記憶體同埋半導體咧都係有周期性嘅。嗱，睇翻過去歷史咧，每一次嘅超級繁榮咧，最後咧都係會大拆嘅。啲高槓桿嘅產品咧，喺佢回調嘅時候咧，隨時損失超過80%以上嘅。嗱，普通人咧最好就避免啊，同埋嚴格控制你嘅倉位啦。嗱，AI 算力競賽咧已經逼到全部人咧要被逼咧一齊去賭㗎啦。Microsoft、Google、Meta、Amazon 呢4間公司咧，淨係以每年啊7000億加埋嘅規模咧，去爭呢個算力啦、電力啦同埋土地。個規模啊已經超過當年90年代電信公司5年加埋得嗰5000億嘅光纖投資啊！嗱，呢場賭博咧推高咗成條半導體同埋記憶體嘅鏈，令到咧 SK 海力士、閃迪同埋其他記憶體股咧一度成為大贏家，亦都可以短時間令到佢哋集體跌4至5成。嗱，幅度咧同過去記憶體嘅週期價格回調咧係好似嘅。嗱，海力士同埋閃迪大跌咧就唔代表 AI 個需求咧就冇咗嘅，而係提醒大家，當個故事炒得太黐線、估值太高、槓桿又太高嘅時候咧，個泡沫就可能出現啦。嗱，歷史上面嘅呢啲競賽咧，最終就會篩出強者，而輸家咧就會留下深刻嘅教訓俾後世。嗱，回望翻科網股泡沫咧，真正企得住腳嘅咧，甚至變得更加強嘅強者咧，佢嘅數據係好清晰嘅。Amazon 由高峰跌超過9至到9成半，最低咧要得翻10蚊，足足用咗10年先可以修復翻個失地，成為而家全球最有價值嘅公司之一。Apple 咧當時咧都跌超過8成嘅，之後咧就靠 iPod 同埋 iPhone 咧翻身。Google 咧就喺泡沫爆破之後先上市嘅，反而咧避開個最慘嗰個階段，成為之後個10年嘅大贏家。Cisco 作為當年嘅賣產人咧，個股價由高峰啊回調咗8成半至9成，用咗接近25年啊，先可以接近翻當年嘅高位啫。而大量純燒錢冇現金流嘅公司咧，往往最終就會被淘汰啦。喺我哋個貨幣系統入邊咧，有一樣嘢從來都冇消息嘅，就係黃金啦。嗱，我想帶出嘅就係咧，強者歷史自有分曉，即使泡沫爆破咧，都唔代表世界末日。只係會篩出最強嘅強者啫。嗱，AI 人工智能咧，似乎已經成為咗我哋日常生活唔可以取代嘅其中一部分。嗱，即使泡沫爆破咧，日常生活需要 AI 同埋人工智能嘅地方咧，只會越嚟越多嘅啫。而家咧仲係處於瘋狂加注嘅階段，真正結果可能要過多幾年，等啲模型嘅能力應用落晒地之後咧，同埋計埋實質嘅現金流回報，先可以真正開花結果啦。你又點睇呢場由咁多間巨頭瘋狂燒錢而產生嘅賭局呢？喺留言區話俾我知啊！如果中意呢啲片，記得 like、comment、share。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